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今日来甲大家讲起个课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个旅游作家。旅游是啥物？恁敢知？就是对家己外较作善的所在，走去别人外较作善的所在，去开掉家己的钱，然后落地啊健康，规身躯虚累咧，转来家己的厝继续研究，活落去。我最想要问你 ，Facebook 加遐侪好友，因敢真正捌你？有去讲你若凶凶起来，迄个人敢会来甲你联休？哼，因若要来甲我联休，我嘛袂去打败啦。顶礼拜我去参加前女友的婚礼，新郎问我讲：我是来看你的。我进前嘛捌叫过恁某啦，伊甲我讲讲完叫嘛袂叫我啦。人生有死的唔通哦，唔通甲烦恼炸去入眠床顶，迄是困的所在；唔通甲羞愤放甲计较，迄是美好的日子；唔通甲郁卒的心情传染互别人，因为迄无道德；唔通甲臭味挂伫面顶，因为迄是使人讨厌的表情。影片到这结束啊！恁若介意出影片，请分享一下，顺续订来看，就是 Camber 明白暗时的点准时去播影片，刷。各位乡亲，大家好，我是廖弟。今仔日今日来甲大家讲起个课，如果若准备好，咱就开始。爸摕支写歹伊的手机去问市理论。爸你的手机是安怎呢？我著开飞行模式，就对你